黑色len白、白色长裤，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坐私人飞机来到台南，侪民众早来到机场，要跟黄仁勋翕相签名。伊本人嘛相当亲民，互问到敢会去踅台南的夜市啊，伊是安尼讲。可能没有时间啊，很希望去。Are you excited to go night market? I'm very excited to go night market, but this time I don't have time. Yeah, because I've been traveling for 3 weeks now. And I have to go home. I miss my puppies. 黄仁勋真久无返去厝，台南嘛是伊的故乡。市长黄伟綽本人虽然无到机场，也毋过伫咧议会总咨询的时阵，接到消息，特别准备了25项伴手礼，包括着世界冠军的果酱、台南好米、咸水意面、东山咖啡等在地特产，人无够，礼爱送到位。我们已经准备了这么好的台南好物，他欢迎可以，因为他坐私人飞机嘛，所以这个可以带上飞机，好，那也可以好好享用。这个满意的话，可以再多买一点啊。那欢迎来台南，台南是一个好地方。这回黄仁勋伫咧台湾只有1天半的时间，当中参访台积电伫咧台南南科的3奈米厂，随后着往北新竹参加台积电运动会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